畢業咯喎，返台灣啊？唔知喎，今日唔知天嘅事，唔聽又明啦。係嘅，今日都唔知今日發生啲咩事啊。Happy 就得。一個爭10皮嘢啊！所以咧，哦，佢話啲錢咧就嚟俾佢學做戲嘅，要你自己還嘅。10皮嘢小事啫，你咁醒目，一定知點報答我㗎啦嚇！香港警方接獲報案，報案人稱自己丈夫在某工廈單位內被殺害。我兒子沒有殺人，他是嫌犯，他必須到案。肯定同我哋啊！我係搶我！